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文天。今集會同大家介紹自創隊伍洞察槍。呢一隊打3萬神嘅和馬槍同埋富貴騎都冇問題。喺今季 SP 關羽有自軍同埋齊裝備嘅情況之下，都可以去到 T0 嘅水平。趙雲本身有洞察，帶上草船可以確保技能發動，幫 SP 關羽解控。再加上威謀可以打控之餘，亦都可以增強隊伍嘅坦度。而裝備特技疑神，加埋趙雲本身技能免疫控制嘅時候獲得嘅會心，配埋兵書樂善好施，可以加強技能聯動，令到趙雲草船嘅補血量增加。而星彩美速用護盾嘅洞察保護 SP 關羽，加埋趙雲嘅草船雙重保護嘅情況之下，令到關羽技能發揮穩定。而 SP 關羽會用新技以寡敵眾，呢招除咗可以幫 SP 關羽補血防爆頭之外，仲會提供咗穩定嘅輸出俾 SP 關羽。而仲有最重要嘅一點係喺第2、第4同第6回合會幫 SP 關羽加10% 嘅武力。咁所以配咗二寡之後就唔使怕許攸嘅降4圍打唔出傷害，亦係呢一隊可以打贏和馬槍嘅原因。最後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